伫家己民雄的国家广播文物馆呢，伊进前是由日本时代的民雄放送所。过去呢，捌用这个大功率的电波，甲迄当阵就伫咧南京的中央广播电台互相来放送。为着要互民众会当对广播的角度来了解到台湾的历史，国家广播文物馆呢是用这电波台湾史来做主题举办展览。台北发音。现在播送。 中华民国政府对中共空军官兵起义来归优待规定。放送较早广播的内容，互大家了解迄当阵中央广播电台的人物。嘉义县民雄的国家广播文物馆举办电波台湾史的展览，要透过战争、传播甲声音外交的展览主题，互民众知影中央广播电台每一个时期的发展历史。战后，反而中央广播电台来到台湾之后呢，它成为了我们利用来继续做国际广播的一个重要的资产。那所以这一次的展览，我们特别呈现了这个馆它所保存的一些珍贵的文物。这个为1949年设计来甲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对抗的民雄放送所，到1949年战后，互中央广播电台接收，才为战争的角度转换做国际广播的功能。国家广播文物馆表示，这当中的过程、广播人物的转变，拢会伫这届展览来展出。那我们这个展览里头有很多从日治时代就已经有的一些设备，而且也从1940年代一路到现在，很明确、简单，但又非常少见的介绍了台湾的广播史。这摆展览有日本时代建设这个放送所的设备甲仪器。 还有冷战时期鹿港分台甲台南分台的模型，希望透过这的内容，互民众会当来认捌广播伫战争甲和平无共的时阵所扮演的角色甲任务。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